乡亲，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4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幸珠。来看国安局偷早私分案愈舞愈大条，检调约谈国安警官吴宗宪等10个人到案，昨昏以贪污以及分手管理法等罪名侦办。吴宗宪甲另外一个国安警官张兴甲昨暗逢收押禁见，检调嘛怀疑国安局官员可能是集体犯案。 今日的饭店几有嫌疑人行上警备车，其中到公安局特勤人员吴宗宪，甲另外一个公安人员张兴嘉，因为两个人伫23暗时，拢去台北第一财顶收押禁见，其他包括司机等相关涉案的8个人，是20万到50万块交保。 经过华航高层伫系统后台已经构成800条免税分，经国宾通关礼物通知早入境，时代力量立委吴国昌要求华航卖保庇高层，实讲是吴宗宪在婚姻记证前，伫网站所一定的，等下过来就去摕按国华航的一个网站，根本无法度家己买免税分，要求若是无查出系统，华航董事长就下台负责任，嘛点名管会秘书长李大为讲互清楚。 什么事情先问立场，先问说，干的那个人是民进党的还是中国国民党的，然后我再来决定说我要如何对这件事情表达态度。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们内部会做一个整个处理过程的一个检视，后续我们会看看是不是有修订或者检讨的必要。 有媒体报道，吴宗宪已交出50人团购名单，趁总统出访采购免税分，嘛毋是头一摆，已经掌握到这几年出访采购数量。 不过对此，公安局并无对话做任何回应。检调怀疑两个公安人员毋是头一摆，嘛要调查是毋是公安局官员集体犯案，嘛无排除向顶司继续调查。国安大漏洞，货进得来，香烟进得来，还有哪些货品已经进来了？假设这次进来的是枪炮、子弹，请问谁要负责？ 该负责的都要勇敢的来承担，但是我们也不乐见，在整个查办的过程就看到政治的一个影响跟操作。代志愈拖愈大，今麦要向顶头追查，歹习惯是为当时开始。在管局长批信提醒时，前总统府是会长张哲因为多道管理问题自请调职。 国防部检讨了后，将调任陆军司令部委员，随身后，将案情愈拖愈大，公安局大地当恐吓唔拿安尼命名。记者综合报道。国安局官员利用总统专机走私分，总统蔡英文知影了后真火大，要求检讨这款见效代，嘛要取消国安警官特殊通关的待遇。 未来对总统出国访问的人，除了国家机密的部分例外，行李拢总爱亲像普通旅客同款爱做检查。行政长苏贞昌嘛要求严办。自由、民主、永续之旅。那我也感受到我们里外的侨胞和我们的台商的朋友对台湾的情谊相挺。 这期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访问团，总统蔡英文会也去出访的旅程。不过，国安局官员说利用这届出访走私分，蔡英文伫人面前破文表示，再去集合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甲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来会商。除了配合司法侦办机关内部调查以外，嘛要检讨过去加强预防，而且要好好反省。个未来出访团成员回国行李通关，买取消礼台。出访的这些成员呢？ 那如果不涉及国安机敏的这些比较机密的部分以外呢，那都要比照一般的旅客来给海关来进行抽检。利用总统出访专机走私分，拍拍国安形象。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要求爱严查严办。交通部长林佳龙嘛承认讲，这是年轻月久的歹惯势，针对华航的疏失责任会全面调查，绝对袂为什么人。严查严办，从制度面、作业面。 该检讨、该防止、该究责都要做。这个是涉及可能历年来的情形，那外界有所质疑，我们绝对不能只针对一次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必须全面，那么无上限的进行调查，那厘清疏失跟责任。
要追查英国走私分的行为，敢会查到马政府的时代起。林佳龙表示，查到对就办到对，过去会当，无代表讲即马就会当准过。针对调查的期限是愈紧愈好，而且嘛强调讲，发现问题就要勇敢来承担责任，才会当重新得到社会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安人员对总统出国访问，拢是很好的款待。有专人、有专车，甲普通人出国无共。也毋过出国买免税物件，这免税扣打有偌济、有偌悬，就无按定。结果有人伤空伤芳，发生这款喊过的代志。所以过去总统、副总统专机顶头免税品出回总访，即嘛拢会互调出来做调查。三军仪队列队等待，总统的车队直接驶去国宾门前，伫咧国安人员的介护之下入去国宾室。发表演说了后，就坐专机出访。根据国际机场礼台办法，总统、副总统出访拢算是国宾礼台通关。行李甲护照拢允准讲代替查验，因为身份真特殊，而且涉及机密。查验的拢是国安机关，甲一般的民众无同，出入境拢爱通过海关。免税的烟甲酒有限量的规定，超过额就爱行红线柜台申报纳税。若是国宾通关，就较好查。我不了解说之前出访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会去查华航相关的一些保税仓库的一些账证管理啊，我们会再核对一次。有立委表消息讲，这个国安人员在7月7日开始透过华航免税品的系统，小连刷订购的订单，金额总共是645万。订单内底出发航班编号就是总统专机。立委质疑这种手段应该不是头一届。关务署回应讲会全面调查过去总统、副总统出访专机回台日期，还有华航免税品的出回状况。因为这批分可能伫咧发现空厨是华航藏免税品的地点之一，伫航站内底藏分，甲一般旅客偷偷炸分品入境的案例无共款，可能会面对相关3年的刑责。给予这个总统、副总统及随行的人员一些通关礼遇的这个制度，当然这些制度会造成一些就是不肖官员的一些利用的话，那我们会跟国安单位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漏洞。另外，总统专机降落了后，这批违法的私分早就已经装好完成进入停机坪，那就是要对总统车队离开管制区。外界质疑敢是有管制单位伫甲伊暗砍，关务署强调讲，目前无掌握海关人员涉案，会全力配合检调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在个乡亲，咱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当地咧波兰参加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台东红头树也有国小的囡仔，因组成的小陪舞文化展演队，因为中国施压，咱的国旗方换作中国5星旗，经过抗击甲参详，才互咱换转来。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举办2019年亚洲花式出兵国际经典赛，伫台北站的这比赛，却雄雄红取消主办权。总会来函讲是因为国际情势关系，讲咱无适合办国际比赛，要转互香港协会去负责，改去中国举办。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内底是写着讲，疾管署昨昏公布国内新增加3例肠仔病毒重症的病例。其中有一个是北部17岁的高中生，这是啥罕见的病例，是今年上济岁的病例，嘛显示今年肠仔病毒大汉的卖防未着。为了协助囡仔急重症转诊，台儿童病院今年2月份的时已经成立挂接医疗团队，互囡仔转院转出来的时，伫救护车顶悬就会使亲像伫家护病房共款，随接受治疗。医护人员准备鸡卵糕，庆祝吴小弟弟重新得到新生。住伫彰化拄满月吴小弟弟出事10天，就因为面仔青笋笋，开喘不过来，紧急送病院，确诊得到先天性心脏病。后来经由当地医师转介，由台大病院派遣移动式儿童救护车一路照护，并顺利接受开心手术，病情才稳定落来。第10天就是说喘不过气这样子。然后痰很多这样子啊，就是那时候凌晨就说有叫救护车，叫我们赶快过去。院方表示，移动式儿童救护车和破病囡仔伫转院外接时，应得到亲像到护病房同款的照护。车顶的设备包括行动式超音波、药物泵付、移动式保温箱以及生命定向监视器等。医师强调，
儿童及重症的个案虽然无济，不过一旦若是发病，随时可能危害到囡仔生命，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拢是救援的关键。一定先要把这个小朋友能够稳定，他才能够转送。当你没办法稳定的时候，你在转送的途中是会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所以能不能赶快回来是决定一个，就是我们的路程；第二个是决定这个小朋友能不能很快速被我们稳定住。院方强调，专业外籍团队是由新生儿科、儿童重症加护科等医护人员组成，主要提供的对象有转诊需求的病童为主。依照无同款的病史，将医疗设备搬到救护车顶悬，互破病囡仔是上车长接受治疗。今年2月成立到即马，全台已经有70位破病囡仔受惠了。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温度甲昨昏差不多，过到了后，同款可能有西北风，爱特别注意。咱先来看温度。今日太平洋高压变强，水汽减少，咱台湾各地马祖早起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中南部、澎湖、金门有短暂阵雨。过到了后，伫山区、近山区的平地，大台北地区有西北风，而且这一款过到了后的雷公雨，拍下一阵雨会真粗，就要特别注意。温度方面，甲昨昏差无偌济，北部的温度高温35度，中部、南部高温34度，东部外岛高温是31度到33度，有落雨的时才会感觉较凉。拜下晡的时，台北市过到了后的西北雨，未少所在拢淹水。市长关文哲2年前捌讲过，伊要起一个海绵会吸水的城市，就是讲甲人行道铺会涉水、排水的材质。也毋过最近翻新，用的也是旧的未涉水的安稳图，引起批评。现阶段，台北市更以海绵城市理念作为水环境政策的核心。台北市长郭文哲2年进前宣示要推动海绵城市，人行道改用先进的透水铺面。不过最近台北市府周边进行人行道铺面改善工程，铺未涉水的底层结构层加防固压力层啊。副秘书长李德全经济脸书上一期，毋是要打造海绵城市，学者批评暗图铺面加上树叶，又搁是完全毋是正面的示范。所以这样整个目前这样子做的状况，不但是没有达到海绵城市的这个示范效果，没有任何雨水可以下渗的空间，对树木的生长环境也很不好。我觉得如果能够亡羊补牢，把水泥打掉。一场西北雨，雨滴在无完工的人行道顶悬，果然无法度渗入去，反倒变成小水池。前一天市区则因为暴雨积水，民众认为应该增加透水铺面。很多事情应该由政府来带头来做。淹水的话，对我们当然是比较有利。可以改变更好的目标。不过，台北市政府解说，市政大楼周边出入超过1万人次，并挖掉繁华信义商圈，加上市府外边有挂物件，动车常常爱开起人行道。因为有重的那个车子会上来，那所以那时候考量就是要耐重。接下来我们做那个树穴，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续的那个绿带，透水那个水可以下去。公关用心强调，暗图铺面是因为耐用甲省钱的考虑，会设法伫人行道以外扩大绿带。不过，廖桂贤认为，台北市府若真是有心推动海绵城市，就应该为家己周边做起。已经甲细节设计将透水铺面极端化，避免无必要暗图封底。临时亲像即马以成本甲内容作为借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反送中。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示威民众顶礼拜伫元朗地铁站，互穿白衫的乌道、乌白拍、乌白精，警方当场是抓无半个，事后才有抓到6个查甫人。即马是互外界指记，警方甲乌道相夹。元朗地铁站的人真少，附近的商场嘛拢无看人影，店头嘛拢甲铁门揪落来，唔敢做生意。这是民众伫7月2日拜一翕的画面，形容元朗若像一座死城共款。因为前一天7月2日，元朗地铁站发生白衫人来拍反送中示威者的暴力事件，画面一直传出去，民众大家拢是心惊惊，而且迄当阵报警嘛耽误警察来斗3天，警方嘛一直到拜一暗时才抓到6个人。大部分的香港人拢质疑，香港警察甲这挂乌道的势力绝对有关系。
政府没有动员，可是政府又不能太强力的反应，因为他们都甚至吐明这个是有中联办的黑手在后面的。学者指出，白沙人超过100个，无前说敢若6个去轰掠，根本就无够比例。反名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嘛质疑，因卡之后一定有中联办甲因收聽。包括中聯辦同埋一啲建制派嘅議員，佢哋係咪串埋咗一齊，去帶嚟呢一種恐怖嘅統治呢？警察唔執法，褪埋一邊，就等黑社會上場，呢一個係一個好刻意精心計劃嘅安排嚟嘅。元朗地鐵站的事件，互外界攏驚到。不過中國的外交部卻不准外部勢力講有的無的，而且佮批評台灣替香港根本就是遐查踢灰道。我只是想提醒島內的某些人，不要動不動就出來蹭熱點，就香港事務來說三道四，來體現自己的存在。美國總統川普7月2日佇白宮表示，伊了解香港的局勢對習近平來講是非常重要。不過最近習近平已經表現得真負責啊，因為有伊的溫準，才會當互示威活動會當維持這麼久。China could stop them if they wanted. I think that again, I'm not involved in it very much, but I think President Xi of China has acted responsibly. 無論外界安怎看待，香港示威者攏無法度接受。香港政府對白沙人拍人的態度放任令，已經佮號召7月27、拜六要佮登去元朗抗議經烏交結。有學者認為，這個事件已經引起真大的民怨，嘛替後一波的衝突帶一條火線。記者綜合報道。總統蔡英文表示講，台商回流投資金額已經超過4520億，認為即馬是投資咱台灣上好的時機。經濟部嘛發現講，即陣嘛香港反送中運動，香港資金有走來台灣的趨勢。政府積極甲台商握手，台商等喺台灣投資嘅金額已經破4520億。總統蔡英文接見世界台商聯合總會投資考察團嘅時表示，即馬就是投資台灣上好嘅時機。那這3年來，我們積極推動法規的鬆綁。今年提出來，我們有一個方案叫做歡迎台商回台投資的行動的方案啊，更進一步設立了一個5000億的新目標，讓台商能夠安心回台投資。針對台商關心的扣稅問題，蔡英文嘛講，立法院已經3讀通過境外資金回檔的管理運用和扣稅條例，希望透過實質的租稅優惠，引導台商將海外資金回檔來。實際上，除了台商回流，經濟部上新的統計嘛發現，港出來台灣投資金額達到3.4億美金，比去年同期的1.1億外美金增加203%。香港人是很喜歡到台灣來，不管是投資或是觀光啦，甚至移民，政策上也算是對香港有特別的一個比較好的待遇。另外，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頂半年核准對中國投資的件數是282件，比去年同期大減51%。這段時間核准中資來台灣的金額嘛，只干了4747萬美金，年減85.48%。中國大陸的一個投資環境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子的一個利基比如說它在人事成本方面它在這個環保法規方面都已經慢慢的比較緊縮那這個會讓很多的台商覺得說在那邊的這個投資的動機不強。學者表示，目前台灣對中國出口已經是小連鎖背烏，表示台商對中國出口的中間材、零組件、機器設備漸漸減少。進一步顯示，在美中貿易戰的衝擊之下，影響台商去中國投資的意願。記者綜合報道。8月是U12世界杯小棒比賽要佇台南比，因為這幾天落大雨，閣有超限軍堂來亂，本地咱台灣隊有主場優勢的訓練場宣布發動用啊。不過咱的囡仔球員也是真有信心，無得驚。佇大日頭下骹，中華小將是真有信心的趕緊來練習。禮拜五開幕主場就佇台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不過工程到現在佫咧收尾，原來是落雨天甲小型菌蟲輪流來亂。因為噴藥的動作，我們就不希望小球員到我們這個球場來，因為有怕一些健康的因素，所以我們大概管制時間也到禮拜3，所以禮拜4就可以讓球員中華小將正式來我們球場練球。協調的結果，主球場敢若會使佇比賽前一天來開放，地主隊無法度提前來適應球場，教練直直講真可惜。雖然講如此，中華小將小剛真有信心。
球场上的进度我们没办法去掌握了，我们还是我们也是很感谢市府基于安全上的考量，不要让小朋友危险的去做练习。那我们还是照既定的行程，把他们打败，然后把冠军留在台湾。中华队的总教练是强调，今年的中华小将默契是培养了真袂歹，心理的素质嘛加强了袂少。嘛盼望开赛了后，民众踊跃到场来加油，做伙甲冠军留伫台湾。记者吴正云台南报道。即马休热，囡仔的夏令营5花10色，来看台北旧一个全台语夏令营，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囡仔人用台语讲故事、搬戏，已经办6档啊，逐档的报名拢超额。站水站，食鱼丸，小朋友做伙读念谣来学台语发音，对着音乐唱歌来练台语的声调。这是一个全台语的夏令营，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差不多140个小朋友要伫4天的时间内底，为基础的拼音、生活台语学到生态的知识。无共款，好就是有课本，无遮老师有足侪物仔，有广告，有唱歌，好拢无。汉伊囡仔是阮是甲伊讲台语，吓毋过去学校以后就袂记哩，即马佫学转来，我就感觉真欢喜。这个夏令营打造全台语的环境，课程的设计和其他的台语课程无同，不管是广告、搬戏，也是凹纸，拢会使用台语来上课。老师表示，伫国小这个年纪小朋友要学语言是真紧，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台语的环境，互因哪学感觉哪趣味。这拢会当当做因真好的记忆，4天的学习的中间因做因讲台语的迄种惯习甲机会。总是我拢是用野经济的精神，野咧，伊当时要补的，咱知。少年教会开办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已经第6档，逐档拢超额加收学员。原本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学会晓听、会晓讲、会晓唱。上重要的是，伫遮学到的台语是会使早等于处理伫咧生活当中应用的台语。记者尤怡珍台北报道。嘉义公园内底有一台停了46档的土炭火车母，林体处昨昏是甲这台火车拖去修理，互火车转去后头厝。吊车机海体火车母进行上下尾搬运确认，这只酒驾真严重的21号火车母倒来车库修理。真侪马将甲小铁道文化的人早起就赶来遮，希望讲这只陪伴成长记忆的火车母，会当有搁一摆出现的机会。迄当时我搭带某无偌久。嘿，这句算已经做阿公咯，嘿啦，看较大。那爸爸妈妈也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很久已经在这里住很久的爷爷。那我刚刚跟我的小孩讲说，在妈妈是爷爷，那对你来讲就是阿祖等级的了。这只伫民国3年引进阿里山铁基路第一只28段的火车母，透过北门车头登去车库园区来进行修理。阿里山新林铁路文化处表示，园区内底技术真好，一定会当甲21号火车母修理好好。争取到经费1200万，所以我们接回来以后，一定会好好的整修它，而且会保持原来的燃煤的动力系统。拄啊开始拄啊那像有观光业安尼啦，人客较侪啦。挂几节车厢？4节。4节车厢。这看来前期的4节尔，若柴油的挂5节。北门车头目前除了动态运转25号火车母，还有单独特价转来修理的32号火车母，即马佫迎接21号的转来，三只真有历史意义的火车母，真和你做伙来出现。新林铁基路文化管理处表示，会继续拍拼，家己各地火车母找转来修理，互台湾新林铁基路上重要的文化资产，会当一直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深海内底乌乌暗暗无光，水压搁遮大，生物要安怎生存？透过研究人员的采样也有记录，咱来熟悉深海的生物因安怎活。伫咧黑暗的深海，真侪生物有发光的能力，除了去引蜡物找找配偶，阁会当闪避敌海。安康鱼它的发光可能可以吸引猎物，它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它可以让自己隐藏起来。透过发光器的排列，可以让它自己的剪影被破解掉，让它的捕食者看不到它是一只可口的猎物。
为着要生存，深海生物演化出各种特征，亲像视觉的特化也是退化。佮因为深海温度低、压力大，食物欠缺，有的生物体型真大，方便耍真远找到食物，也是靠进来喙齿和看喙快速吞噬。深海生态系，它们食物的来源基本上是来自于浅海。表征浅海因为行光合作用的植物产生有机物质，然后借由食物链提供给很多其他生物。那这些生物呢，它们死掉之后都会沉降到海底，那变成有机物质。它们的动物的尸体就会提供很多底栖生物的食物的来源。照无日头光的深海区域，无法度行光合作用，除了等待天公伯落雨，来自地层的能量，小水喷泉嘛变成生物集中的绿洲。热泉的旁边会有一些生物的群聚，比较常被看到的就是一些大型的管虫，还有一些贻贝或者一些螃蟹，它们体内有一些共生的细菌，它可以利用这个热泉里面的硫化物、硫化氢，把它转化成有机物质，让这些生物它们可以利用，不用依赖日光，它依赖的就是热泉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研究人员嘛观察到人类的行为，正在影响到深海生物的栖地。最近的科学家都发现了，其实这个塑胶微粒呢，它是随着这个海水慢慢沉到海底下去，所以海底下的这个底栖生物呢，也因此会受到塑胶微粒的这个污染。深海是地球上上大的生态系，又搁蕴藏真侪咱人类也唔知影的物种。希望未来对因有进一步的认识，嘛更加需要咱的守护。记者综合报道。海受到污染，这个问题偌严重。来看美国西海岸今年出现济海岸扩大死去，专家发现这死去的海岸散散啊，解剖了后才发现讲，因是妖甲啥物拢食，啥物拢吞，腹内肋骨、锁骨啥物拢有，啊，毋过有的海岸腹内空是枵死的。伫咧即只大只海岸的尸体顶面野招呼，互伊会用紧烂去减少臭味。住伫咧华盛顿州的利威拉是当地头一个提供私人海保参与分解海岸遗体的职工。今年以来，美国西海岸为 California 到 Alaska 已经有81只海岸的尸体被冲起来岸边，总共加上墨西哥甲加拿大数字，就有160只。其中，敢若是华盛顿州，一个月就有30只。美国科学家讲，这个数量是过去40年来唔捌有的。利威拉发现，这海岸拢是枵死的。And when we did the necropsy, we found eelgrass in its stomach. And eelgrass is not part of their diet, which means that this whale was what's called desperation feeding, just eating anything to survive. It's like a starving human eating grass to try to stay alive. It can't. We also found 2 pieces of plastic in its stomach. 通常歇热时，灰鲸会向北游到北极找物件食，然后落南游到墨西哥的海域度过冬天。某个海岸会伫遐生囝。科学家研判，可能是因为全球暖化，特殊北极的食物减少，或者是因为灰鲸的数量太过多，找无物件通食，因此会伫咧无应该出现的所在过往死去。One of the most common elements in most of these animals is they're very malnourished, very thin, very little oil left in their blubber layer. And because gray whales go through an annual fast and don't feed, we expect them to be a little bit thin this time of year, but these seem animals that didn't have enough of a reserve from last year, so they're actually at a more critical level that's taken them down to where they weren't able to survive. 美国科学家最近已经将美国西海岸灰鲸大规模死亡的现象列作无史上的事件，加强调查。因为死亡的灰鲸数量太过多，美西公共海岸已经无所在搁再放这尸体。科学家呼吁当地居民提供私人海保，参与分解尸体的任务，让海岸回归大自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前总理李平过身，享受91岁。伊做过中国总理10冬，嘛，互外界认为是造成玉树天安门镇压流血流地的凶手。也毋过，中国官方的讣文对伊真恶毒。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22日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中国前总理李平22半暝过身，享受91岁。这消息为透早就开始传了，一直到昨暗时，才有央视甲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证实，表示真痛宣告中共失去优秀党员甲党国领导人。李平向看作是历史天门事件关键人物，因为1988年开始出任总理10年。拄到89民运的时阵，伫北京颁布戒严令，最后造成六四天安门镇压，有六四多夫杀人凶手的国际形象，嘛影响到伊的进度，渐渐退出权力中心。2003年退出政坛。不过，这届中共官方定调，李平是在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之下，平息暴乱。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落尾个俄罗李平会因随不朽，比起官方的高规格评价六四学运领袖级王丹伫网络直播评论，李平直接参与策划并指挥六四，责任重大，无法度向原谅。在现在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根本他还有可能搞第二个六四呢，他怎么可能给第一个六四平反呢？我觉得外界也不要想多了。那么李鹏现在死了，我还是说，我就一个评价，死有余辜。下一个应该就是江泽民了。李平最后一摆公开出面是在去年10月中共19大开幕典礼。李平在生前前另外一个大政绩，是一直1993年担任三峡大坝工程的总负责人。将工程的安全问题，甲对民生甲生态影响，较大拢个伫向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保守党党主席投票，甲外界书本想的同款，前外交部长张世选赢，正做英国首相梅伊的接班人，今仔日会上阵。Notice that Boris Johnson is elected as the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甲对手韩特阿手真换上强身，以加一倍选票，交完2000多票选赢，当选保守党党主席，宣布未来3大施政目标。Deliver Brexit, unite the country, and defeat Jeremy Corbyn, and that is what we're going to do. 强森强调，就年了后上大工作就是确保英国10月31大汉政前脱欧，因为伊伫竞选期间曝光，就算无协议嘛要脱欧。造成有2个内阁成员宣布请辞。美国总统川普在伊当选，唔那随推文，嘛公开甲恭喜。They call him Britain Trump, and people are saying that's a good thing. That they like me over there. That's what they wanted. That's what they need. It's what they need. He'll get it done. Boris is good. He's going to do a good job. 强选会有英国版川普的名号，是因为伊甲川普唔那是马子，过去嘛差不多。纽出席强生今年55岁，甲川普生日相差4天。强生牛津大学毕业了后，捌伫《泰晤士报》甲《每日电讯报》担任记者。2008年到2016年担任伦敦市长。2016年梅伊上台了后，任命做外相。按去年，伊讲无法度接受梅伊拖政策的请辞。伊甲川普同款，过去嘛发表未少种族甲性别歧视的言论。伫竞选期间，甲女朋友伫厝内冤家，搁上新闻。梅伊今日下令强生宣誓就职，不过除了脱欧，甲后面的关系发展，香港反送中造成英国甲中国紧张。过境前，英国驻美大使达洛克因为批评川普的电报外流了后辞职，由上来责任，安怎修复英美关系，所以拢受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无电这无方便，顶半冬一直咧停电的委内瑞拉，停电的状况无改善。当地时间2日下晡，佫发生大停电，包括首都在内，全国有23个主要行政区，有18个拢无电，造成交通乱糟糟，民众要靠无目屎。2日下晡的卡拉卡斯街路天国真光，但是真侪民众坐夜骑啊，站伫路边，表情真无助佮无奈。甲看一下车红灯的号志，完全无任何灯是有咧光。今日大楼内面，搁较是乌麻麻。不少公家和民营单位的头家，规气直接爱员工下班返去厝。但是这款的日子提早收工，无一定是好代志。大停电除了影响车红灯，捷运嘛完全停止运作。原本要坐地铁的人，全部拢走来挤公车。若坐袂到公车的人，只好委屈一个坐拖拉机。
Se fue la luz como a partir de las 4 de la tarde, más o menos, y no sabemos qué está sucediendo. Esperemos que aquí nos diga qué está sucediendo. No tenemos metro, no tenemos vehículo, no tenemos nada, mira que nos montaron una grúa porque no llegar atrás, no entra a buscar. 委内瑞拉伫咧今年的3月、4月之间，嘛发生过6件的大停电，其中3月初7到3月14规礼拜，全国23个省市行政区全部拢停电，后来甚至讲引起物资短欠和暴力冲突。这个是下半年头一届传出大停电，范围包括首都卡拉卡斯等等18个行政区。委内瑞拉的左派政府依照往例，指控是美国和亲美势力伫当中破坏，用电子干扰攻击电力系统，但是官方的讲法，民众并无接受。El sabotaje eléctrico eso no existe. Sencillamente el colapso total, unos autotransformadores completamente obsoletos, no se ha podido restablecer ni recuperar y hoy se volvieron a caer. 委内瑞拉这2天指控美国的代志，讲唔哪只惊。美国海军2日发布影片，讲19，也就是顶礼拜5，伫加勒比海公海巡逻的 EP3 电子侦察机，遭受到委内瑞拉的 SU-30战机军装，并且挖进进行干扰。不过委内瑞拉了后嘛公布相片和影片，讲是美军的侦察机飞过卡拉卡斯的飞航情报区，才会予委内瑞拉的战机赶走。委内瑞拉政府阁将这件代志和大停电掺染做伙，指控美国想要用军事行动进行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法国畅水船智慧女神号1968年正月伫地中海西部海域执行任务的时，雄雄消息。最近这寡罹难者的家属是要求爱用新的科技来倒找，嘛宣布伫这个月2日有找到畅水船的船片。伫咧美国深海探勘公司无限海洋的调查工之下，总算找到失踪要51年法国畅水男智慧女神号的残骸，地点是伫咧离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讨论港45公里的所在，差不多伫2370公尺深的海底。We have just found the Minerve. It's a success, a relief and a technical feat. My thoughts go to the families who ha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so long. 智慧女神号面顶有载52个官兵，伫1968年1月17日失踪，50多年以来拢无找到畅水男的下落。最近伫罹难者的家属要求之下，法国决定要重新来执行搜索任务，要用上新的科技来试看卖，落尾真正就安尼找到啊！ I have no words to explain just how much shock I've been in since I heard the news. I feel the peace. Can you imagine? I've been living my life waiting to know where my husband is, where the father of my children is, where he's buried. 找到智慧女神号，互罹难者的家属得到一点安慰，嘛希望可以当互这件沉船的事件提供一寡线索。智慧女神号失事的原因唔捌公开，专家又讲可能的原因包括风向带失去控制，也是甲其他的船来烧落、鱼雷、飞弹爆炸等等，或者是上述供应的系统故障等等。目前搜索的工作佮继续伫进行当中，官方嘛会替罹难者来办一个追思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动物伴甲咱做伴爱惜，唔通甲苦毒。在哥斯达黎加就出现拉丁美洲头一例苦毒狗仔出庭的案例。 伊的这狗的主人可能上当会被判2年有期徒刑。乖乖啊，趴伫咧涂骹，即只捌去互主人虐待，即阵2岁2个月大的狗仔，礼拜1来到 Costa Rica 即个法院出庭，伫咧动保团体协助之下，伊要控告伊较早的主人甲虐待。原来伫咧2017年11月份，伊去互救出来的时阵，规个3比8，阿妈棍全是去互锁啊，绑甲伤过暗的伤痕。 Bueno, realmente ese paciente llegó a una condición bastante delicada, ¿verdad? Un estado de desnutrición importante, con bastantes ectoparásitos, garrapatas, pulgas, probablemente parásitos internos. Y bueno, tenía una lesión en su cuello de un tamaño bastante importante. 静养一段时间了后，这只狗仔伊改名号做冠军，身体已经好完全，而且也找到新的主人。动保团体也伫咧 Costa Rica 动保法生效了后，提出拉美地区头一个虐待动物的诉讼。Muchas personas pueden decir, pero ¿qué hace un perro en una audiencia? Humanidad, eso es lo que hace. Y es cierto que él no va a decir nada, pero es un símbolo de que estamos aquí luchando por los derechos de los animales.
根据Costa Rica 的动保法，热带动物的人会去红怪6个月到2年，镜头转到英国，比起热带狗仔，2011年就带入去首相官舍的猫仔 Larry， 伊就挺好运，主本是一只流浪猫，去红送入去东宁街10号，目的就是为着要替人掠鸟鼠，佮去红号做是内个收拾掠鸟鼠的朴素朴。不过日子过了伤好的结果，就是伊的政绩愈来愈歹，比袂过外交部这只汉草号的乌鸟。不过伊也真正有影高枪架头，美国总统 Trump 来访问的时，伊就去到窗仔门边啊，坐定定，准备互人翕相。东宁街10号门口埕拿铺红地毯，准备迎接贵宾的时阵，拢会先互伊出来顺顺看看咧。只有伫咧美要发表清晰演说的时阵，工作人员才将伊抱入去厝内底，较免互人分心。虽然 Larry 无固定主人，不过伊英国第1喵的地位是坐甲稳当当，也继续踮伫咧东宁街10号顺头看尾，也顺续监督新主人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日本人相信讲，在热天食鳗鱼会当补气血，也毋过因为最近这半冬，日本的鳗鱼仔产量创下6年来新高，欠货阁侪人食，即马贵速涨。当年热天的土用体力，日本大家大户拢会照传统食鳗鱼，毋但补充体力，嘛顺耍消毒热气。不过这几年来，因为日本鳗鱼仔是愈来愈少，想要食香港的鳗鱼饭并无简单。根据日本水产厅的统计，为去年11月到今年10月半年期间，日本鳗鱼仔到掠到3.7吨，是6年以来新高，嘛造成鳗鱼价格一直拢真悬。目前日本市场上的日本鳗鱼，差不多拢是渔业公司掠野生鱼仔，伫养殖了后再送去市场卖。鱼仔欠缺对鳗鱼供应价格影响真大。即卖1公斤鳗鱼大卖价格差不多是5200块日票，也对新台票1500块，这个价格是10年前的2倍。日本鳗鱼伫1960年代拄着掠伤势影响，到今也未恢复。过去50年，鳗鱼的生态地又搁向破坏，真侪原因，互日本鳗类数量减少真少。那附近的国家，亲像中国、台湾甲韩国，最近几年掠到数量嘛无啥乐观，是一直下降。真侪日本人惊吓，有一讲真正是食无鳗鱼饭咯。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过来关心高雄前几日做大水真严重，即马市长韩国瑜是批评中央敢若会晓顶高雄，拢袂晓斗3工。那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回呛讲高雄淹水淹甲遮严重，淹上济，无看高雄要看倒。前2天高雄过来为淹水，市长韩国瑜要批评中央只敢来向指责高雄。23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大型车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活动，被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带来印度登去。高雄淹水273处，台南只有1处，屏东15处，不看高雄要看哪里？昨天台北市也淹水啊，为什么没有看到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去视察呢？为什么永远用2套标准呢？因为不敢得罪柯 P。高雄是韩国瑜，就是活该骂。苏贞昌讲，这个淹水上多所在伫高雄，中央的注意是必然的。伊强调政府袂大洗吧，应该给因的补助嘛袂减。反倒当来考试韩国瑜，人无看20外点钟出现了，搁学白放炮。神隐20几个小时后，突然冒出来，不知轻重，不知头尾，没有掌握状况，就突然乱放炮，只懂得要钱，要钱也不照规定来。独眼龙是个施政，看到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长，那只眼睛闭起来；看到国民党，特别是韩国瑜，这只眼睛是张得大大的，动辄得咎，对高雄太不公平。对前2天淹水，韩国瑜嘛伫面册回释咧，讲团队治水有路用，但是会当更加好。恐惊嘛是为着要互市政更加有效率。所以长和韩国瑜双方隔空开战，总统选战提前交火。韩国瑜嘛证实，前劳动部长陈香文转任副市长。根据了解，地震、环保等局处嘛拢会变动。外界认为，调整韩市府小队稿，就是为着要拼市政成绩，互总统的选情更加加分。记者综合报道。拜下晡，台北市雷公河是有影真侪所在拢淹水。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讲，这款反常的天气向拄着向衰。也毋过淹水的时，郭文德当地接受媒体访问，嘛互批评。毋过郭文德是回应表示讲，伊有用手机伫咧掌握。
昨一场西北雨造成台北市区真侪精华路段淹水，汽车泡伫水内底，路人冒险撩水。其中大安区市雨量破了100毫米，创下历史纪录。台北市长郭文天表示，台北市每小时的降雨量超过78毫米，就会淹水。干部局有计划要改善，不过经费真悬，也需要时间。下雨我就讲过嘛所以你看我就不敢嘲笑别人，就这样，就是说。极端气候什么谁遇到谁倒霉。去年有一次强降也有淹水的，这一次我们还强降有淹水，发现有2个地方是重复的，一个是东门那个捷运站的地下道，一个是那个小巨蛋周边，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它需要时间去挖一些涵道。大雨来，市区道路变成了大水塘，不过伫这重要应变救灾时刻，台北市长郭文天人却伫接受媒体专访，引来外界批评。你看我在专访的时候，我的手机都一直在响，我那个烂还在回答。所以烂啊，其实真正好的管理，你知道，它是制度，不是首长一定要坐在那个什么应变中心。郭文天强调，透过手机讯息随时掌握灾情，你被媒体问到，同款是淹水，行政确实顶着高雄。副院长陈其迈也个路南勘灾是不是重南轻北？郭文天自称比中央也个熟悉市政，就算要讲什么，只会互伊更加凄惨，所以未被批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看守李家军伫军店的农舍防检技工是违建，经过公所去牛了后，建设处即马认定有部分是贴出来的，甲使用执照完全无同，所以限制讲要因1个月来去改，若无就要强制拆除。高雄乡公所人员19号详细研究农舍范围，因为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太太李家芬伫婚姻园农舍被指控涉及违建，结果牛了后比对当初完工图，发现甲农舍确实有明显落差。23号乡公所将违章查埔以物件送往婚姻园政府，建设处认定农舍1到2楼头前回笼到后边加起，甲使用执照完全无符合。本身县府的一个拆除经费真的是有限，那违章的这个案子相当的多，所以我们希望，若是他们可以的话，是希望是能够自行的一个拆除。农舍确定是违建，婚姻园建设处依照建筑法规定，将发公文予李家芬，限期1个月改善。无论是要恢复原状，或者是补办证书，若无将有关腐败定证书来听。不过高雄乡公所比有期的时间慢了1天才送件，也佫采用物件方式，被外界质疑是毋是有护航嫌疑。乡公所赶紧澄清。各资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密件，完全就是甲照依法办理，安尼个送入管路，安尼上简单安尼啦，无压力啦，无压力啦。经过违章查报单项目记录，违建部分只认定农舍1楼后边甲2楼回廊有争起。原本顶礼拜2月时阵曾经讲到3楼有部分甲使用执照有落差，不过这摆查报资料中是拢无讲。面对农舍违建风波，韩国瑜回应，确实违法，一切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是行行出状元，世界上大间的鸡龟仔公司，逐年拢会指定色水举办创意的鸡龟仔比赛。今年呢，咱台湾去参加的吴德武用40分钟，用400粒鸡龟仔做一枚金龙，可以摕到冠军。这嘛是伊连续第二年摕到冠军。摕金色的鸡龟，伫手里轻松拗拗的，无2、3下功夫就拗出重的身躯部分。台湾鸡龟创作者吴德武用1个月时间设计，修炼刷40点钟，用400条鸡龟打造将近180公分的金龙，嘛因为安尼变成美国 Qualitex 公司今年指定色彩创意鸡龟大赛冠军。指定色是金属金。那当我看到这个颜色时，我想起了台湾的庙宇，我们都会有一些非常栩栩如生的金龙。那龙不只是称霸陆海空的生物，它更能够腾云驾雾、呼风唤雨，那更是象征吉祥与幸福的动物。今年25岁的吴德武，台大矿工系毕业，投入鸡龟创作时间差不多3天。除了基础技术之外，佫会参考网络的图片和红仔等等资讯，希望让作品更加完美。职业病而言，手是一定会有磨破皮的一个现象。气球这种东西，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它会开始变得色泽不够饱满。你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巨大的作品，挑战你设计出来平笔雕塑的一个结构神韵，还有必须要挑战创作者的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
吴德武头一届参赛，就打败10外个国家30外位对手，摕到冠军。去年的这项比赛嘛是由台湾的另外一位创作者摕到冠军，这嘛使得台湾收连续2档蝉联冠军宝座。吴德武决定未来要成立工作室，希望让更加侪人知影，家规唔是小朋友的物件，是充满艺术性的一项技艺。记者综合报道。那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教授黄一龙，伊是利用科学的大数字，把100外亿字的文书资料数字化，互整理真侪档的工艺思考找出作者。这个被发现的是清代废艺仔一个，一套总共8册的工艺书，其中分别描述刻印仔、风吹和编织等等技艺。其中做风吹和刻印仔的方法，透过大数据高测分析的方式，证实确实是周雪芹的著作，嘛互介意红楼梦的读者更加认捌伊。那么几10年来，大家都在争论这个书到底是一个大骗局呢，还是一个真实的曹雪芹著作？所以我们现在呢，透过大数据的方法，尝试把这些以前陌生的人物一个一个的把它找出来。我想这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让对红学研究的人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然后大家可以更扩大的去了解曹圣人他当时是怎么样把这个著作写成。黄一龙教授指出，以科技的方式，将100外亿字的文书资料数字化之外，传统的方式嘛是重点之一。清代以前的古典文献呢，已经有100多亿字，已经全部可以在网上搜寻啊。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搜寻，就是盲搜啊。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很不一样的方法，然后把这些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啊，一个一个的找出来。目前，这项重大科技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嘛已经发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出版的《中国文化期刊》，嘛特别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龟山岛对宜兰人来讲有特殊的意义。台北市宜兰东乡街成立50档，前行政长尤锡坤又写一首诗，名就叫做《龟山岛》，要送给故乡宜兰。龟山岛是宜兰人心目中精神地标，看到龟山岛就知影到厝啊，这是大多数宜兰人才有的记忆。对宜兰人来讲，龟山岛有特殊的意义。对同款嘛是宜兰出身的前行政院长尤锡坤来讲，也同款。回去的时候，出隧道，第一眼看到龟山岛举手相迎，因为你离开他会相送，回去他就相迎，眼泪就掉下来。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所以龟山岛是宜兰的象征，它是宜兰的守护神。由宜兰来台北打拼的乡亲组成的台北市宜兰县东乡会，今年成立第50档。庆祝大会顶悬邀请前行政院长尤锡坤来担任贵宾。尤锡坤嘛现场吟唱伊写的一首诗，名叫做《龟山岛》。游子千山归。苏西望南桥。尤锡坤表示，龟山岛甲咱永平园相对看，对宜兰人来讲，亲像龟山岛不时拢在做伴。龟山岛阁会势头小迎小送，也是宜兰百景之首。后摆大家看到龟山岛，会当斟酌看去体会伊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高雄有4个介意摇滚音乐的少年人，因组一团，或者夕阳武士、夕阳武士，因按熟悉到组团，到差一点要解散。因的故事，因按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今日10点带大家来看因的故事。夕阳武士2014年伫咧高雄成立，上开始因为团员本身的甲团拄好拢解散，但是因无想要放弃音乐，才决定重新组团。行到今仔日，因已经出过2张台语专辑。差不多伫咧7档前吧。忽然间有一天，阮的乐团甲阿峰的乐团的拢解散啦。我就讲甲阿峰2个人想讲，无咱2个人来做伙写歌试看卖。我就咧写旋律，阿峰就写歌词。
除了练团，实用武术的团员拢有家己的工课爱无闲，拍拼伫咧兴趣和生活中间找到平衡。伊嘛伫这过程当中发现，做音乐上学契会其实是市场和环境。做音乐本来就是足困难的，尤其是台语。上介意的乐团就是灭火器。我想要把这种重金属啊、朋克啊、摇滚啊这种曲风的元素，敢会当甲流行音乐有一个融合。但是，因嘛捌因为意见袂合，险啊解散，加在经过冲突和沟通，一切拢已经过去。未来因阁想要做伙，行伫咧各大表演场地唱家己的歌。若是讲后机会，过来棒球场表演，就是像即身的梦想共款，会使家己安可唱看规场满场的人听。通过节节训练甲拍拼，实用武术阁要继续带予歌迷阁较丰富的音乐来实现家己的音乐梦。记者陈怡珍、柯宏耀采访报道。那关心今仔日的温度来看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6度到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等再会。听珠宝台，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开始，公司台记台现场播送。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开始，公司台记台现场播送。